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8月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北京前天晚上紧急出台救市政策，实际上就是放松限购然后公积金这个再提高一点，然后这个房产赠与口子开大一点，就是被赠与的对象是不是由北京市购房资格不管了。这个限购政策放开这些一整套的救市措施到底有没有用，咱们已经分析过了那么按照往常惯例一旦出了政策，它为什么赶在周五晚上9点推出呢？实际上就是要赶上一个周末。这周末是不是就看房的人就多了？显然不多它也得多。所以说今天媒体就开始报道，好消息来了北京有楼盘挤满看房人，政策一出人就挤满了北京楼市新政，有人房贷利息立省10万元。这个叫中新经纬他报道说8日下午，就是昨天下午中新经纬走访了北京市在售住宅项目。北京市通州区某楼盘的售楼处于近日对购房人开放。中新经纬到达时，售楼处门口道路两侧停了不少私家车。身着房产中介公司服装的多名经纪人正在等候客户。进入售楼处、楼盘沙盘处、休息区已经有不少购房人。一位置业顾问称，我今天的嘴就没有停下来过，客户一波波的进来。为什么呢？据了解，该楼盘主打100平方米以下的房源，总价在400万元以内。你看这可是通州对吧？这个叫新北京城或者叫北京新城北京市政府所在地，100平也就400万。上述置业顾问称按照7日公积金贷款新政策，相当一部分客户能够贷到240万元。同时，通州区疏解了不少城6区户籍的居民，说这几天到访很多客户是这种情况，有的甚至已经卖掉城区的老房子，等着购置新房了。他们的贷款额度还能进一步提升，实打实的节省了不少利息。在通州区另一处接近清盘的项目，中新经纬在现场看到，当天有零星客户到访。该楼盘的一位置业顾问介绍，该项目户型多样，其中100平米以内房源价格在400万元以内，更小户型的在300万元出头。该项目满足绿色建筑要求，公积金贷款最高可上浮40万元。对于夫妻双方有公积金的人来说即使首付比例较低，公积金贷款也能基本覆盖全部房贷。根据科尔瑞数据，北京上半年新房成交量中500万元以内的房源占比超过40%，低总价小户型房源更是北京二手房成交的主力。这意味着公积金贷款已经能覆盖普通家庭大部分住房贷款需求。此前，北京已经将非京籍人群购买5环外住宅条件放宽至在京缴纳社保个税1年及以上。这次新政将非京籍人群购买5环内的住宅缴纳社保后个税年限由最低2年降至1年。中指研究院称政策落地后，北京的限购政策来到了2011年以来最为宽松的阶段。对比上海、深圳，北京当前限购门槛与上海较为接近，非户籍家庭均要1年及以上社保和个税。你看这个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为对中新经纬分析他说非京在北京全市购买门槛实现了统一，会刺激部分购房需求的释放。只不过他说相较于公积金贷款额度的大幅提升，这一政策实际影响相对有限。专家都说了跟我观点一样，就是这个刺激政策没什么大用，鸡肋吧，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还有一个公积金贷款额度增加，这也不是什么好事这也就是你贷款增加了，你的利息还是要增加的又不是房价下跌，是不是？或者是给你送20万，你买房对吧，就给你送20万，这个叫利息减免贴息嘛。未来非京籍人群的购房门槛可能进一步下调，甚至全面取消限购。张大为还称另一方面，全国来看，北京市户籍管理严格，
这意味着北京每年新增潜在购房人群不如上海等一线城市。对于有子女教育需求的非京籍家庭而言，购房动力有所下降，确实这样的啊。所以我说啊，北京最好是一步到位。如果要想让现在房价稳住啊，那就是买房就送户口。目前呢，北京市户口还是很值钱的，也是它上面有很多福利。但是啊，这个福利啊，随着时间的流失，这个福利是在减小的。你比如说，北京市户口最大的一个福利就是教育，但是你想，随着小孩减少，全国那教育都一样了啊。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北京市小孩考大学容易，实际上最容易的是辽宁啊、吉林，最容易的已经不是北京了，是吉林啊，还有天津都容易。为什么呢？对吧？因为现在小孩越来越少，适龄儿童少，未来3-5年啊，北京这个优势它也没了。也就是小孩在哪儿上大学都能，在哪儿高考都能上大学，张合四省，对吧？也没那么激烈了。你小孩去，这个不是开玩笑，3-5年之后，对吧？这恐怕就是这样。那北京的这个户口，它这上面的这个权益是吧？这个叫什么福利，那就少了一大块。当然还有其他的福利啊。你比如北京市，你要是退休的话，那可能比这个外地的稍微多那么一点点退休金啊，对吧？但这些福利就不那么明显了。所以我觉得啊，你现在就赶紧推出这个购房送户口，那么那房子还能卖一波啊。那全国很多地方人恐怕还跑到北京来买房，但是晚了，这个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啊。但是通过这个中新经纬的报道啊，似乎新政出台之后，这北京的楼市没那么火爆啊，对吧？也没有看见哪儿的人头攒动、彩旗招展、人山人海、锣鼓喧天，是吧？鞭炮齐鸣，没看到啊。以前每一次，对吧？出新政，好歹到处都是挤满了人，是不是？现在都没有了啊。我倒是看到网上有个网友这个评论呢，说这次北京新政出台之后啊，连骂的人都没有了，什么意思啊？他都没人关注了啊，就不要说买房的人，连吐槽的人都没有了。那么专家也说实话了啊，对于此次楼市新政的背景，就是为什么出台这个政策这么着急啊？周五晚上9点多推出啊。多位受访业内人士认为，与当下市场成交量走低有关，也就是北京的楼市它扛不住了，成交量走低，被迫是吧？赶紧出台政策。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7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量14037套，环比下降15.5%。根据中指研究院数据，2026年7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成交37万平方米，环比下降29%。你看，无论是二手还是新房，环比都是暴跌，而且这个二手房啊，已经跌破荣枯线。北京的荣枯线就是1.5万套，它7月份只有1.4万套，也就是马上就低迷了，这个温度就降下去了，所以他赶紧加把火，就这么个事啊。眼看着温度不行了啊，给他加把火，至于这把火加了有什么作用，也顾不上了啊。先加了再说，就这意思。从新房看啊，7月份北京新房库存虽同比下滑，但按照12个月口径计算，去化周期依然达到30.5个月。可见二手房市场的活跃并未传导至新房市场，而且随着二手房市场热度下滑，新房市场的降温态势可能还会延续。这是李宇嘉说的啊。以往啊出台一个政策，好歹能管个1个月2月，大家有印象吧？这个自从2021年啊恒大暴雷以来，这个各地啊经常会出救市措施、救市政策。以往的救市政策好歹管1个月、管2个月，有的时候管3个月。但是现在明显的，你看每一个救市措施持续时间呢，影响这个时长啊越来越短。现在基本上就是1个月就没了。你看现在出个政策就管2天。我估计啊，下一周啊就没人提了啊，忘了。这是这个周末北京楼市新政啊，就是这么一个反应。我们再看啊，有专家说啊，我们的楼市底部确认中，多项核心数据回升。人家说的比较委婉啊，叫底部确认中，什么意思啊？也就是现在是不是底下不知道呢，在确认呢？那你说稳了，见底回升，
稳中向好这些恐怕都算不上，对不对？它是真的还叫底部确认中探底，对吧？或者叫寻底。这个专家是谁呢？是普瑞数智的丁祖昱。他说了啊，近日数智董事长、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丁祖昱在对上半年楼市数据进行分析时表示，他说啊，一系列重要数据正在说明中国房地产正处于底部确认进行时。这话，对吧？专家的意思不是说现在就是底部啊，还是在确认中，是不是底还不知道，打个问号吧。今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并未出现重磅调控政策，但市场成交端已出现积极变化。什么积极变化呢？普瑞数智研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重点20个城市购房总需求稳中有升，一二手房成交总面积同比增长 4%， 创下近3年同期新高。其中二手房市场表现更为突出，上半年成交面积同比增长 13%， 环比增长 22%。 与此同时，新房市场也出现企稳迹象，全国重点50城上半年新房成交环比微增 1%， 同比跌幅收窄至 11%。 二季度新房成交规模较一季度环比增长 41%。 从成交数据来看啊，今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修复。丁祖昱认为啊，过去几年市场调整主要集中在需求端和信心端，而随着政策环境持续优化，核心城市限制性政策逐步调整，市场正在寻找新的平衡点。对于下半年市场走势，丁祖昱认为啊，楼市行情有望延续上半年的运行特点。他预计啊，7月至8月传统淡季影响，市场可能出现季节性回落，但随着购房需求释放和政策效果进一步显现，金九银十仍将迎来阶段性回升。11月至12月市场则有望保持平稳。不过，他也表示啊，说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未来市场分化将进一步加剧，房地产市场正在从过去的全面增长时代进入结构性发展阶段。丁祖昱认为，判断未来楼市不能简单看全国总量，而要关注城市分化、需求结构变化以及住房消费升级趋势。这专家的话呀，仅供参考吧。楼市底部确认中，到年底再给你来个确认失败，那你也没办法，对吧？你不能把它打一顿呐。在中国啊，你信专家的，有时候年都能过错啊，因为专家自己也被这个楼市啊深套，盼着这个，对吧？这个大力出奇迹啊，盼着政府来救市啊，好给他解套啊。实际上，一线城市北京啊，周五匆忙出台救市政策，这本身就说明问题了，药不能停，对吧？一停就不行。那你说是好还是不好，对吧？上海是个例外啊，我总觉得上海是个例外，就是他那个统计方式、统计口径恐怕发生变化了，所以他到现在为止啊，同比跟去年同比还是在增长，但是环比它是一直在往下跌啊。上海啊，这个8月份的前8天，就是8月1号到8月8号，一共成交6017套，这个量比去年同期啊，那还是增长了20%至少。但是跟7月比啊，那也又下降了不少。这个又一个鹤岗啊出现，实际上全国各地啊鹤岗化越来越明显。为什么说又一个鹤岗城市出现呢？首先，这个城市必须是地级市啊，你要说县城，那咱就别说了，说的是地级市。这个新的鹤岗是谁呢？新的鹤岗就是宝鸡，宝鸡可是个地级市啊，也是个在陕西大概排前几名吧。一个叫媒体啊叫白鹿视频报道啊，说女子3万全款购入宝鸡40平米住宅，这还不算狠的啊，最便宜的是8000元全款购入宝鸡顶楼住宅，8000块一套房。这个3万元全款买那是随便，这不是顶楼，你看你还可以挑，他这个顶楼啊只花了8000。近日，陕西宝鸡小童花3万元全款，在宝鸡陈仓区，陈仓啊，大家知道吧？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就是那个陈仓，这是三国时期啊，那这个宝鸡还是很出名的。那么在这个陈仓区啊，购入一套40平米的二手老房，40平呢还不小呢，而朋友以8000元的价格
购入了一套同小区顶楼住宅。小童介绍，房屋建于1989年，硬装花费了3万元，家具自备。一同看房的朋友将顶楼房源从原价13000砍到8000元成交，两人楼栋相邻，阳台能互相对望。小童此前从事英语培训行业，不堪西安高房价，对比同渭南等多地后看中宝鸡物价亲民，位置适中，宜居舒适，最终选择落户当地。他坦言以前在西安每月房租、交通开销要花4000元，生活紧绷。定居宝鸡后没有房贷压力，每个月还能定期往返西安照顾母亲。面对老房剩余30多年产权问题，小童称不必过度长远考量，当下低成本安稳生活更重要。我看到这个新闻，我想到的就是对吧？全国像鹤岗这样城市是越来越多也就是咱们一直说的鹤岗化，越来越多的地级市鹤岗化。宝鸡实际上以前还可以那儿有个钛生产那个钛白粉，就是那个金属宝钛。宝鸡还有那个西凤酒加藤老师代言的西凤酒也是宝鸡。所以说宝鸡不是那么不堪跟那个鹤岗什么对吧？鹤岗你说鹤岗你啥也想不起来，那怎么宝鸡房子也就3万一套了呢？还有8000一套的。就是全国越来越多的城市像鹤岗一样，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宝鸡我还去过好几次如果说鹤岗，你说那儿冷，对吧？一年有半年时间是冬天，这个咱也认。那地方南方人去了那儿不舒服，住不下。但是宝鸡的气候还是可以的没那么恶劣，一年四季也很分明。怎么宝鸡也这样子了呢？所以对于很多没房的人，其实不用着急就是租房住。你在你所在的工作城市没钱买你就租，等到老了是不是你随便找个城市花几万块钱能买到房，你为啥非要在这个杭州买，或者在上海或者北京呢？你在这地方上班，你就在这租房住，等到老了是吧？养老的时候你再找个城市地级市自己买套房，几万块。越来越多的城市房子根本就卖不掉，没有流动性了，没人买，对吧？因为人口在下降，房子在越来越多。除了我觉得未来除了1线城市，还有几个个别的2线城市，那个房子还有人问，还有流动性。其他的城市基本上没有流动性，就没有人问。这宝鸡就说明了这个现象。这宝鸡这城市还可以，是不是就变成这样了？这一下很多南方人，你要去这个鹤岗买房，你还真不如去宝鸡买吧。今天在网上看了一篇文章它的标题写的挺有意思。他说我现在手头有500万现金，但却不敢在上海买房了。他说作者说他在上海一家外企做技术管理，她和老公2个人都是新上海人，孩子刚上幼儿园，他们收入不低，虽然一直租房，但这几年手里也攒下了500万现金，但是买房的想法却是一年比一年低。如果夫妻俩都在外企在上海要工作10年，我觉得差不多500万应该能攒到夫妻俩都在外企10年是吧？差不多吧，一年50万，2个人500万不是小钱，但是一说来拿来买房，按照现在的行情，够付一套中环老破小全款。想要买内环次新房，500万也仅仅够个首付。他说夫妻俩在外企干了10多年，他说这2年公司每年都在裁员，去年已经裁了一波，这是外企也不好，效益也在裁员，去年已经裁了一波，今年还要裁一波。每次开全员大会，看到 HR 坐在台上，他心里就开始打鼓。他说你知道吗？去年团队领导被裁，你知道这位领导现在在干什么吗？就是他自己的领导被裁了之后，领导现在在上海送外卖。什么叫失业了大不了去送外卖？他一个快50岁的男人，这么热的天还拎着很重的桶装水爬楼梯。不过是吧，也不是完全没好处，送了1年多的外卖，他说身体比之前健康多了。你看到自己领导被裁送外卖，那他自己就更担心了，明年就到自己了，轮到他了，对不对？
如果他把这500万全买了房，那明年赶上夫妻俩都被裁，那这是咋办？他说，再看看我自己，今年38了，在上海的职场上也是一道看不见的坎儿，往上走，管理岗就那么多，轮不到你，就是你就是往上走，走到领导的位置，不一样被裁吗？是吧？现在更是不可能了，往下比你年轻，比你更便宜，比你更能加班的人正在排队。上个月他说我们部门裁了2个，一个38，一个42，都是干了7、8年以上的老员工。HR 谈话那天，我在走廊看到一个大哥眼眶通红，手里拿着一份文件，站在茶水间里发呆。这一裁的吧，那只能送外卖啊，那工作不好找，尤其是现在手上这种工作啊，对吧？一个月的2、3万、3、4万的这种，哪儿找得到啊？他说啊，那个人从我身边走过去的时候啊，心里都是揪着的，不是同情他，是我觉得下一个人可能就是我。他说租房的话，房子不是自己的，可能面对的是搬家；是买房的话，我怕房价跌，更怕是万一我失业了怎么办？难道也去送外卖？这么一看的话啊，其实每个人啊都可以去借鉴一下。如果你手上真的攒了几百万可以买房，但是你的工作呢，对吧，也朝不保夕，保不齐明年就被裁，那你是把这所有的钱一把去买房，还是怎么着？其实我个人觉得啊，就他这500万呢，他夫妻俩啊还在上班，我倒是觉得他可以买个老破小孩上学，因为他钱够啊，他完全可以不用焦虑啊，500万呢，对不对？他也不负债，就是失业了他还有200万可以吃啊。再说了，失业了送外卖也不是不能干，对不对？送外卖难道丢人吗？找不到工作就送外卖，主要是没有压力，对吧？人比较轻松，不内耗。但是如果他说，哎，我就不愿意买房，也可以，对吧？这是有的人他愿意买的吧，想买个房子，孩子上学啊。有的人说我不买就存银行，也可以啊，对吧？等到小孩自己长大了，等他俩人老了是吧，或者退休了，这随便找个地方。刚才说宝鸡，去宝鸡买套房3万块，宝鸡本来就有很多上海人啊。当年这个建设宝鸡的时候，就有很多上海人、上海知青、上海人在宝鸡。因为我去过宝鸡，我对宝鸡还比较了解。这个整个陕西啊，只有宝鸡说普通话，为什么呢？就因为宝鸡是全国5湖4海的人，有东北人，有上海人，还有广东人。那个时候建设宝鸡，都被从全国啊抽调骨干去宝鸡，所以宝鸡有很多外地人呢。所以宝鸡说话好像不像这个陕西其他地方那口音比较重。那宝鸡人说普通话，不管怎么说啊，他手上有500万现金，那怎么活都行，只要不负债。你千万不要加杠杆买房，哎，头脑一热要买个1500万的大 house， 对吧？首付500万，贷1000万，那就是作死。只要不干这事，他怎么整都行，对吧？他的手上余地啊，这个叫游刃有余，进退自如，只要不加杠杆。同样还是上海啊，这个手里拿着500万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人，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买了一套老破小，裤衩子都配掉的呢。作者说啊，刚来上海那年我还年轻，刚大学毕业不久，觉得这座城市到处都是机会。那时候加班到11点也不觉得累，觉得只要自己够努力，好日子会有的。然而一年一年过去了，工资涨了，房价涨得更快，好不容易攒了点钱，看一眼房价，感觉自己在后面追，而房子是在前面飞，距离越拉越大。刚开始几年我还挺有斗志的，觉得自己年轻来得及。几年以后啊，这种感觉就变了，因为有些东西不是努力就够用的。一个月啊，一年存下来的钱还没有本地人家里一套老房子涨得多。这个是房地产烈火喷油的那10几年啊，就是这样的。你攒钱速度没有那房子涨得快，所以你就倒霉，你感觉自己越攒越买不起房，对吧？赶不上房子涨的速度，就好多人就焦虑啊、着急啊。在这个城市做了10年螺丝钉，到头来发现连一颗螺丝钉该有的那个位置都站不住。我身边跟我一样的人太多了，30出头没房，有一点存款，但那点钱在上海什么都不是。
爸妈在老去，自己也在老去，但在这个城市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贷款买房子就像驴给自己买了一台磨。没买房的时候，人生是旷野，随心所欲，进退自由，赚点小钱啊，就约朋友聚餐，出门旅行，看上喜欢的东西，不用反复纠结价格。工作不顺心，敢直接甩脸，果断辞职，大不了休息半个月，从头再来。可一旦咬咬牙买了房，一切都变了。那台沉甸甸的磨从此牢牢地拴在自己身上。每月固定日期的房贷像定时闹钟，从不缺席。银行卡里的余额刚到账就瞬间不属于自己。曾经随性洒脱的自己，硬生生被生活逼得小心翼翼，步步谨慎。以前觉得成年人的底气是自由，现在才懂成年人的枷锁往往是自己亲手买下的。买房后，人生再也不敢任性。没背房贷的时候啊，辞职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加班熬夜，被领导刁难，工作内耗严重，但凡不开心啊，就敢拍桌子走人。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失业也只是短暂的休息，不必焦虑慌张。但买房之后啊，我们彻底失去了裸辞的勇气。哪怕公司氛围压抑，哪怕加班熬到身心俱疲，哪怕薪资多年停滞不涨，也只能咬着牙坚持。每天醒来第一件事不是期待新的一天，而是想这个月的房贷还得按时还，不敢生病，不敢请假，更不敢失业。原本可以随心所欲的人生，被一串冰冷的数字牢牢束缚，消费观也彻底改写啊！从前购物逛街，喜欢就买，从不犹豫，奶茶、咖啡、外卖、加餐，短途出行是生活常态。如今的我们学会了货比三家，精打细算，闲置的会员果断关掉。非刚需的东西绝不入手，几百块的开销反复斟酌，偶尔一顿大餐都觉得是奢侈的放纵。那台自己买下的磨，逼着我们日复一日绕圈，不敢停歇，不敢懈怠。还是那句话啊，买得起就买，买不起别买。消费，房子就是消费，因为越来越多的城市会向鹤岗，会向宝鸡啊靠拢，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未来恐怕只有几个一线城市，再加上个别的二线城市，那个房子还有流动性，就是还有人去买，还有人问。剩下大部分地方房子啊，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已经没有了流动性，买房的人越来越少。但越来越多的人呢，不想去一线城市闯荡的时候，或者说一线城市也没办法给他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他很容易闯荡，那他只能在老家待着。而他在老家一般都有房子，是吧？他就没有买房需求。一线城市接盘的人也会变少，越来越少。大家为什么去一线城市呢？不就是你能解决就业吗？对吧？你在哪儿去找工作好找，找活好干。但这一切都没有了，是不是？在一线城市也找不到好的工作，那年轻人还往哪儿跑干什么呢？但人员不流动的时候，房子就显得多了。哎，就这么个道理。当房子显得多的时候，它不只有降价一条路吗？所以我们牛马啊，一定要看清形势，千万不要还想着通过买房，什么改变命运、赚钱。还有很多人在做这个梦啊，这个梦很难醒。这些人手上的房子只会把自己套牢，砸在自己手上，想卖不可能的，除非他降价，除非对吧腰斩打8折，否则没人买。很多人手上拿了10套燕郊的房子。黄金房子，那现在他只能自认倒霉。那个房子是一套都卖不掉，你就降价都卖不掉。当年那个黄金就环北京火的时候，多少人跑去买房，我都去看了我在黄金在我燕郊我看过，大厂我没去过，但是燕郊霸州还是什么，就是都是环北京嘛，开车1个小时，但是我没买，对吧？我就是看，我当时看中的那个别墅好像才100多万、200万吧，温泉入户，这个挺那个的感觉挺不错，是吧？买一套养老嘛。后来那个别墅造的实在是难看，就是我没看上，我就得把别墅整成这样子。那房子现在据说60、70万一套，都没人买，空荡荡的。现在以后它也涨不起来了，没有机会了。总体上未来房子
越来越不是个问题。就对我们消费者来说，你不用担心说买不起房。你在北京、上海，你可能买不起那个豪宅是吧？30万一平的买不起。但是啊，你要想有个自己的房子很容易，根本就不是事，对不对？你去宝鸡，要么你去云南，你去哪儿，那房子就几万一套，多的是。所以你想有个家的梦想很容易就实现啊，它已经不是问题了，因为房子多了，人少了，供大于求啊，这就是一个普遍现象。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评论，谢谢大家。